使城镇漫步北港。该县计划北港第一期南洋国小通学廊道开工动土典礼。 主典官分林县长张立宪率领着全体同仁以及陪练人员，各级长官贵宾、厂商代表，恭请。经过咱的营建署啦通过咱整个后背跟北港街道的一个串接计划。那今天呢是我们在北港的第一期，那顺利来动工。最主要，咱要甲南洋国小的这个通学步道连接我们的光明路、益民路还有民生路所有在步道来给拍通所有的人孔盖以及我们的这个电线杆都能够下地的最主要是咱的立体化咱的市容呢能够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完美我伫遮感谢咱北港镇公所因为针对咱地方的需要所有的需求提出来了，咱县政府配合咱北港镇公所，将咱所有咱北港镇要打造一个真正是宗教文化有这个艺文百年义政的这样一个城市咱已经是交通部非常重点的这个经典小镇所以呢咱一定要好把这个北港镇当作重点来打造啦这是咱北港镇公所甲县政府希望中央政府的这个支持甲配合共同来打造啦互咱这座真正有文化历史深蕴的这个文化底蕴的这个城镇能够北港上场云林也上场。依照咱前瞻计划伫第一期的部分，就针对咱的光明路、民生路、益民路、南洋的周边来做通学步道的改善。因为后壁过来就是咱公所这边，就是要将周边的围墙拆开，做一个开放式的，互民众更较方便出入。过来就是咱中山路的部分，就是讲灯光一直无够。了后，咱的县长非常的重视，就是讲中山路的灯光，咱要借着第三期的车来继续将中山路来甲更照明啊。希望这样的一个工程可以带动我们商圈的发展。那么苏志芬委员也非常想能够来到场我们的一个做这样今天动土典礼的观礼尤其相关的前瞻基础建设我们云林县的经费呢。他一直以来在立法院非常的用心为地方来争取今天是我们北港的第一期的一个工程，后续呢在我们县府团队的努力之下，如果呢有第二期、第三期，他也请我跟大家报告也跟我们县府团队来报告，他也会用心继续在立法院替我们来争取为我们打造一个更好的一个北港在此祝福我们今天动土典礼圆满成功，谢谢。